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前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路若愈大，路愈行愈宽，心愈来愈寒。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也呢大，痴心找苦祸，只要你作伴。阮已经对落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疼。你甲小王讲政府要留喺病院照顾你天年，吼？是啦，等大班人来的时阵，我就马上倒转去。阿文啊，我不是调工买，真正我不是调工的啦。我知影啦，阿无阿文，啊你有啥物代志了打电话我啦，吼？阿辉啊，就是阿辉啦，伊今仔去接你小案，哥，毋是我爱讲你，你对感情的代志吼，足无正经的咧。明明知影会对你意思，你搁安尼甲戏人，你安尼做敢对心？啊，你哪会讲到安尼？代志无遐尼严重啦，你讲过？唉，妈，你莫搁再伤心啊啦！我家在天面哦，无性命的危险。我知，这个囡仔就是哦，拢歹听我的话，才会发生这种代志啦。妈，你先莫着小坐者，咱调面来，咱就走吼。严重是无严重啦，不过医生讲要观察几工啊。阿呆，你唔通责备家己啊！我知影你绝对唔是条工要安尼做的，你做放心，阿芬绝对嘛袂安尼想的吼。多谢你啦。阿呆，拜托诶，你有啥物话你紧讲好无？阿呆，你等下敢袂使甲阿飞讲我甲陈庆有一点仔关系都无？小月啦，你莫一直要成全阮小妹好无？唔是啊，连你都认为讲我甲陈庆有，我咧介意。小月啦，你讲啊，治疗啊你较正常啊？我请问你，你有听到啥物？你有看到啥物事？我陈庆讲，你死假咧讲我甲伊的代志，而且佫讲。我咧讲啥？我哪有讲你啥物话啦？我来去讲你啦。小月啦，咱前虽然斗阵较大汉，你敢袂了解我做人哟？是，咱自细汉斗阵到大汉，是安怎你都袂了解我做人嘞？嘿，小月啦！请问，天玲，你先莫动，你莫动哦，稍等下哦。医生，你莫动哦。你感觉安怎？头壳戆戆啦。已经照过 X 光啊，医生讲无去伤着后脑，休困袂到就好啊。这下你来照顾我。这只是暂时啊，尔。
莫欺骗你家己。你若是无关心我，你就袂伫遮。唔管怎讲，咱两个拢是好朋友啊，你莫想啊是尾复杂去啊。是你甲代志想甲上复杂。静雯，你袂当阻止我来爱你。不行。我来甲叫阮落一进上。丽晴，你即摆感觉安怎？无啥物感觉。丽晴是，即两天若无啥物变化，应该就无啥物要紧。上好是有要紧。天林，天林啊，你有要紧无？妈，小可上着尔啦，医生讲无要紧哦。医生，阮囝上门才拜托你。你唔通安尼讲，这是阮做医生的责任。不过你若互因加休困，唔通互伊讲伤侪话。多谢，谢谢。多谢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代志是安怎发生的？算起来应该是算一个意外。意外？哪有可能有遮尔侪意外的？伫咧病院拄着你，我一点仔都无感觉意外。你一定要将李天林毁掉，你才甘愿是无？你哪安尼讲嘞？敢讲我讲毋对是无？自从天林拄着你，都无一件代志是顺顺利利，而且佫发生这款代志。陈小姐，我是毋知影你是安怎乐意的，也毋过我爱提醒你哦。假使讲你爱为李天林的身上得到钱财，佫有地位，那安尼你会真失望。李小姐，我从细汉到这当阵，从来拢毋捌想过要别人身上得到啥物。我嘛无想要破坏你先生的前途。搁再讲，伊人到这时阵，我就叫伊转去台吧。免讲遮尔好听。假使讲你无想要对伊安怎，是安怎你要去因兜，而且佫来陪伊照顾伊的？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妈，途。你应该真忝啊。去条连送你转去饭店歇困好。妈妈才来哪尔，你就要赶我转去哦？妈，天灵是今日伤忝啦，有安尼照顾好我好无？刁明，麻烦你啊。讲啥物麻烦啊？啊，咱行。妈，你明仔载才要来啦。我人伫遮无地走。阿玲，我遮嘛无啥物需要人照顾的所在，无就麻烦你照顾妈妈。天林，你这囡仔哪会安尼啦？有人通好照顾你，搁你嫌哦。阿玲，你踮遮过去，要无明仔载妈妈来哦，都找无人。大爷，送我出来去。好。
是病院原客哦。天妮，先食水果，想要困才搁困，好无？多谢你来看我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不过我真正已经无要紧啊。你留伫遮要困也无好困啊。天妮，你是真实伫体贴我，还是无想要见我的？但这份伊来遮，你敢有赶伊走？敢讲，你真是遮尔讨厌我是无？我毋是讨厌看到你啦。你若袂当谅解我的心情，我会感觉压力足大的。你叫我谅解你的心情，你也应该谅解我的心情啊！我并无逼你，叫你即时将单进婚放互袂记。我会给你时间，我会等啊。毋是等毋等的问题，不管我甲陈政府有结果也无，一世人我拢袂放袂记。咱先莫讲遮，来，食水果。你食就好啦。这是我一点的心意，敢讲你安尼嘛要拒绝我是无？代志哪会变成甲安尼啦？你无啊？阿伟，你在创啥话啦？哎呀，你遐换边在遮创啥啦？我哪有味啦？我毋是徛一只哟。歹势啦，歹势啦，较换困毋困？紧困啦吼！阿伟啊，啥物代志？阿伟啊，我徛踮遮想规晡吼，我感觉讲迄正雄甲小婉的代志，我甲先有共误会呢。哎呀，你哪会安尼想？迄下晡吼，我甲小婉也见面的时阵，正雄甲小婉也讲啊，讲我咧讲因的代志啦。啊，你敢有安尼讲？拜托的，我会安尼做哟。小婉也上了解我啦，我绝对袂安尼做啦。啊，毋过，陈正雄明明知影你对小婉无意思，伊无理由制造你甲小婉的误会啊。是啊，我嘛想无啊。啊，无认真啊想起来吼，小婉也对陈正雄哪有啥物介意？哎呀，伊无像你想的遐尼歹啦。迄是你家己的感觉啦。啊，小婉若既然无介意陈正雄，陈正雄哪有可能甲小婉安怎样？你讲对无？啊兄，讲伊有安怎嘛是你讲的啊。好啦好啦，所以我即摆就要甲你讲啊。小婉若有一寡代志，无一定就是我家己误会。毋过你对小婉的态度，有当时也嘛爱改变一下啊。希望这真正是一个误会尔。阿伟啊，我甲你讲这话吼，毋是讲鼓励叫你甲陈正雄做伙呢。我知啦，你甲阿爸拢反对我甲正雄来往，其实哦，伊本性袂歹呢，我一定会劝伊改过自新的。阿兄，真晚吼，你好去困啊吼。小妹，你先入去。
小伟，你看，今日花开得特别水呢。你坐遮坐几年，拢无去看。你现在要去电影看？有人伫遐照顾伊就好啊。你袂用安尼就放弃。我无想要造成任何人的伤害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阿芬，我拜托你好唔啦？你莫来讲放弃就放弃好。小婉，我无想要造成任何人的伤害。哎呦！阿芬，这个人是不是为着拆厝的代志来啊？毋是啦，你捌伊哦？陈小姐，这实在是个好所在。我甲你介绍一下，伊是林小婉，伊是李天林的同学，叫做柯条明。柯先生，无安尼啦，有代志恁两个讲。总讲若换做是我，我嘛毋甘将这拆掉。你来找我有啥代志？来约你啊！你免紧张啦。毋管安怎讲，我拢会保持君子风度，绝对袂勉强的。感情是无法度勉强的，你讲对无？虽然咱这见面介面，但无我看会出来，你是一个真豪爽的人。所以你嘛应该知影，我并无想要勉强啥人，我更加无想要造成任何人的伤害。这我知影，也毋过你无去病院，天念伊心情真歹。我已经当面拒绝过伊，感觉安尼阁无够实。无够，你应该看会出来，天念伊对你还袂死心。陈小姐，陈小姐，我知你真艰苦，也毋过你若阁继续安尼落，只是会增加恁大家的痛苦，尤其是天念妈妈。也毋过，这毋是我的目标。恁到底是要安怎做才好？你甲我讲，你甲我讲，我到底是要安怎做才好呢？李先生，想要到代志吼，变甲安尼。乡长，你啥物代志拢想袂到，若无土地代志嘛袂变甲安尼。歹势啦，因为这吼这其实嘉玲余副总，其实吼，阮也无想要安尼啦，要若无土地尾款，阮早就摕着。你讲对毋对？我甲恁讲，3工内，假使讲你无将土地交出来，我去换伊告你。阿玲啊，你莫因为就是因为我。因为什么？天理，我是以事论事。陈志雄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余副总，我叫你甲恁妹讲的话，你有讲过无？我讲过啊。是安怎伊搁走来便宜的？这我都毋知影，我毋是报到内面的面堂，是毋是？我小妹来，阿坤啊，来，你记得甲余副总讲，我是毋是我捌甲你讲过吼？讲是你现在叫一个好朋友来捉你。是啦，但毋过，迄已经拢无重要。我拄则应该可能是已经讲好啊，为着大家好，我想要甲你先生讲几句话话。建芬，
天明，你大过袂好咧，你。无要紧啊啦妈。我来讲一寡话好无？庆芬，我嘛有话要甲你讲。医生讲我会使出院啊。恭喜你，杨哥，我也请你听清楚，我也请大家在场的人甲我做见证。李先生，今日是我专工来找你的，专工要甲你讲，我根本就无爱你，请你以后唔通来甲我搞了。你是讲啥物啊，庆芬？李先生，我已经甲话讲啊足清楚啊，我无需要搁讲第二摆啊。我唔相信，庆芬，你一定是甲你讲气话对不对？无人比我更加了解你，嘛无人比你更加了解我。我知影，你在讲耍笑。天林，你看陈小姐讲有亲像伫咧滚笑咧，就算讲是滚笑，也毋免踮伫遮尔侪人面头前啊，你讲对无？我不爱相信，庆芬，你紧甲因讲，讲你是咧讲耍笑。我拄仔才咧想讲，等我出面，我要当面去向你求婚啊！天林，你即摆讲啥物？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对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